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了我们运动的时间哦。我是立新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日动放起，我来绕大家介绍运动。今日绕大家强下做运动，还有我们的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林正刚，以及我们的运动管理师高景荣。好，准备好吗？在运动之前，我们先来做一下暖身运动哦。好，开始呢，2只手叉腰，好，然后吸气，肚子出力咯。好，来我们做脚往右边点，左边点。嘿，我们先来做侧点的运动。好，慢慢的，脚对，脚伸出去，往侧边点出去。好。好，我们这个暖身运动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热起来，血液循环慢慢的让它循环的更好。等一下做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柔软度会更好哦。好，再往右边点，整片，对，很好，够了，走100哦。好，来放轻松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加上我们鼠尾动作哈，然后吸气吐气的时候，整脚伸出来，嘿，走鼠伸出来，个变下来，好，过来走脚整鼠变下来，嘿，那我们连续动作哦，开始哦，对，走脚，嘿，整脚。记得哦，你走哑轮筒的时候呢，都是它那个脚力哦，嘿，让我们的身体气颠颠，然后2只脚和鼠做前后的摆动。好，各走100哦，整脚，走脚，好，放轻松。那接下来我们拉抬脚臂的肌肉哈，然后整脚扛出去。好，来2只手扛面安尼脚臂，然后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然后安尼脚攀呐，脚趾会向正前方，好，然后慢慢的屈下去，然后在这个地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左边来，好，一样吼。你的膝头没翘过你的脚趾哦，哈，好，拉我们大腿内侧的肌肉，来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整脚，我们再来拉一次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往左脚，好，给我拉一遍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脚收回来。那接下来你的走也是把我们前侧的肌肉和大腿后侧的肌肉做伸展，哈，整个扛出去，2只手往上，对，然后左脚的脚掌踏把体内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慢慢的变下来。过了一遍了哈，好，来整脚，好，在这边做伸展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个变下来。你也往左脚哈，左脚扛出去来出力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回来。你也往整脚哈，来吸气吐气，整脚出去。好，然后把整个我们前侧的肌肉赖到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肚时出力，在这边停留5秒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变下来。好，那走轮筒啊，脚攀还有手掌都要轮筒抖，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让手掌，转圈圈，然后脚攀牙也自然的做一个转圈的运动。好，整脚先开始，对，我们就是很自然的做一个转圈。
好，吸口气，往左脚转圈圈。对，很好，过来慢慢的转。好，放轻松。那以上的暖身运动走后，你手来接着走人头喽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今日介绍的运动啊，是跟我们平常啊有的人会走天水，或者是说支付卡出题奶啊，或炒菜。从而用因为感觉到哦，我的手背也会麻麻痛痛，哦，那这时候要怎么解决牙的问题嘞？今天我们就介绍几个运动来教大家哈。那首先呢，你要请一张好扎的点呢，我们坐在椅子上开始走人通喽。好，那第一个，我们先绕鼠寸出来，然后在手掌的地方，慢慢走画圈圈的动作，你可以顺时钟，发在看，好，然后再加上鼠杖，画更大圈。好，你先软化好硬的关节和肌肉，等下下做伸展运动的时候，好不会痛哦哈。画圈圈，好，然后整数表好了。你也往走数哈，一样走数寸出来。好，你走在整数腹顶。好，先从我们的手腕开始，慢慢的画圈圈，画圈圈，让我们的手腕好软掉了。然后再加上那手掌，一样画好抬看掉了哈，也是让我们的手掌哈这边的肌肉呢先软一软。好，个表下来。哦，一般走谁啊？从啊又偏义为讲哈，我有网球肘，好，主要是你手掌外侧的肌肉这边哈，你按起来会有一点酸酸，有点痛痛哈，所以这个地方的肌肉开始说你太重的东西，那重的东西，某时出题拿来讲哈，也是会好甜。那这时候你是走在走牙的运动哈，让手伸出来，然后呢？用你的手术，轻轻的推我们的手掌，往身体的方向 up 落去，那手会顺刺咯，不可以弯曲，一定要顺刺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呢，手表下来休息。你过来往走数走一遍哈，来走数寸出来。好，整数，摆你的手掌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向你身体，把手掌压下去哈。好，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的时候表下来，好，我们整数过来走一遍哈，整数伸出来，走数，轻轻的推我们的手背，好，然后往身体的方向松，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表下来，哦，也往走数咯，好，来吸气。吐气的时候一样哈，对，轻轻耸你的手掌往身体方向。好，你会感觉你的手背这里的肌肉有点很，好，有滴滴的很，这是可以的哈。好，来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个慢慢表下来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除了往身体之外哈。你要往外侧来压，好，手伸出来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往身体的外侧往内，好，慢慢的耸你的手背，好，然后呢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表下来。也下稳走数哈，来走数伸出来，
你的整熟呢，在食指下面这边往外侧，往身体内侧，溜溜的压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哦。1、2、3、4、5，你会感觉我们这前背的肌肉是会很溜溜的很。好，再放下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？你有赖的内侧的肌肉。好，当然啊，像切菜来讲吼，有的人是会讲，哎呀，我腰会酸酸痛痛哈，这内侧这里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走完二水之后呢，来做这样的伸展运动了哈，来舒顺出来，好，往上搬，好，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屏下来，你往走熟哦。好，来用整数一半往上搬。好，在这边停留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屏下来。好，整数过来走一遍哦，哈。好，往上搬，有点轻，好，你的手掌不可以弯曲哦，哈。来，在这边5秒钟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放下来，过来往走熟哦，好，往上，很好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来吸口气，屏下来，哦，那有的朋友会来讲，我男生人呢吼，男到也，手指公也下背啊，肩体位。酸酸痛痛，那我做嘛润痛嘞？好，抬架走得让它强下来走。让我们的拇指头好握拳让它靠的好，然后呢肘属往下搬。好，这时候会觉得这边又丢掉了，我酸酸。好，这边往下搬，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屏下来。你要往走熟，好，一样，把拇指头收进去，握拳。好，然后呢，用整熟来往下溜溜的往下搬，很好，有点轻，好，有点酸，好，再来往下，停留5秒钟。1、2、3、4、5。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走熟屏下来，好，那接下来走的轮头呢，就是可以2只手掌，好，面对面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2只手臂会偏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走熟耸整熟，好，让它往右边靠下去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整熟耸走熟。往下，你的身体都没有动哦，凑长来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再一次。这个动作啊，假使说你打田螺、打长球来讲，这副卡没走在走哈，它可以舒缓你手腕如果有酸痛的问题，这个运动是很好的哦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熟，松叶走熟。好，再放下来。过来，你走人同时2只手卡起来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手掌往前，尽量寸，尽量往前伸。好，把我们的背囊的肌肉整个都拉得很舒服、很轻松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的时候，背囊可以往后弯，都是脚力。好，像我们的锦荣老师一样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手屏下来。走完上面的运动之后，你会感觉，你手臂变得更轻松了呢。好，今天的运动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长了了。